今集主要會講下重慶嘅夜生活，佢嘅夜店酒吧都集中晒喺一條街九街。今次我哋由鯉魚池輕軌站沿鯉魚池路過去，呢度開始有啲嘢睇啦喎。呢度條條街都有夜市，我哋一齊行下。行咗條街，呢度有啲車仔檔，前面再嚟夜市。呢棟係其中一座打卡位，鯉魚池42商業園。轉過彎就係九街酒吧街。無啦啦都有網紅做直播，呢度成街都係 sales， 話帶你去玩，sell 得你成佢就可以喺你消費入面分紅。普遍呢度鋪頭係無入場券制，所以間自己去下可能仲划算。見呢間門面幾靚，入咗去望下。入面巴黎，人山人海，消費係40蚊人仔一支啤酒。跟住跟下啲 sales 睇下服唔服先。佢帶咗我嚟呢間叫 Space 嘅地方。呢個場大好多，有 DJ 有舞池。呢度提升到80蚊人仔一支酒，最低消費2支，包埋開張細台俾你。感覺氣氛係幾好嘅。睇下啲 DJ 幾 hyper。另仲可以叫啲 dancer 上你台跳跳舞，收費係300蚊人仔一隻。夜店大致係咁。入夜無車，當然唔少得坐下佢哋嘅重慶法拉利，即係呢啲黃色的士。由於啲師傅手車超辣超快，而且為咗送你去終點無所不用其極，
揸架車去雪索及爬樓梯都得。所以係你話趕時間之前，你真係要考慮清楚。由九街道江返去臨江門都係20蚊人仔，真係相當抵。今集嘅行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你會 subscribe 我啦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。